那这个社會呢喺度啊，時常達到了一個對戰了。這個對戰咪呢，對於呢個是個看唔到是個對戰，係對看得到嘅是個對戰，攏總是個係對戰。嗱係講呢個是個對戰，是個登山用個登山嘅力量。熱天是個數學，但係呢個有人按31第8節咁樣講到，上帝講是個啲，佢上帝登山行在是個嘅面前，佢個通才現代是個，佢唔是表係是個，唔是講冇才是個，表示咧講上帝思想呢個通才，呢個對戰之時，呢個痛苦之時，呢個白色之時，佢個通才唔是表係是個，所以佢接下去佢交代是個唔好驚，唔好灰心啊！兄弟姊妹，唔好驚行呢個事件，行呢個社會，唔好驚，唔好灰心，因為咪呢，有上帝嘅個同在，佢牽帶是個嘅路途，帶是個係特性，阿沙是個係謙卑嚟求上帝，求主耶穌嚟充滿到嘅心中，嚟咩強嘅信心，強嘅心嚟對付呢社會一切嘅痛苦白色，一天佢帶嘅特性，阿門。